你自己覺得自己嘅身份係咩呢？我自己會講我係香港人啦。譬如有朝一日，如果你出到外邊發生咗任何事件嘅時候，咁你要求救啦，咁你會去邊度求救咧？其實咧呢個問題咧，其實咁講啦，當陣時咧嗰位就唔係一個身份認同嘅問題，嗰陣時係一個求救問題。我估即係有危急嘅時候，我首先會揾警察幫手咯，揾警察幫手咯。揾完警察，你揾乜嘢咧？你會唔會考慮入中國領事館？定話我一定唔會喺中國領事館講完啦。會唔會揾啊？我喺2013年呢，我就喺康城出席影展，咁跟住我臨走嘅時候呢，就俾人拍荷包，冇見晒我任何呢叫身份證明文件啦。我要去馬賽嘅中國領事館嗰度申請翻一張叫做身份陳述書，如果唔係法國人唔會俾你出境。呢個唔係我有得選擇嘅，我想同你講，因為如果唔係呢，我只能夠流落喺呢個叫法國。